我说你堂堂将军怎么还干这样的事啊？我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如何能单独见到你啊？将军，你……我说沈小姐，怎么突然脸红了？谁脸红了？将军不要动不动离我这么近。丹青，你想吃的糖葫芦？谢谢哥哥。自山诚心来捣乱的呀？彼此彼此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徐将军果然不走寻常路啊！方才的表演真是精彩。哼，过奖了。走吧。那个自山啊，吃腻了，借我尝尝啊。这么说，不好吃了。丹青，这花既然代表姻缘，我就先帮你收好了。是好酸。让我尝一个，吃一口。哦，前面挺热闹，我去看看。想是想到你会来，没想到你还会跳舞。略懂。别想着这些小伎俩逗得丹青开心，我就会认输。彼此彼此。丹青，想试试？我只是觉得这彩头挺有趣的。小姐眼力真好，这彩头啊，是自家娘子做的兔子灯，别处可买不到。小时候我娘也给我做过一个兔子灯，倒跟这彩头有几分相似。放心吧，我帮你赢过来。不劳将军，我自然会替我妹妹赢得奖品。二位公子，不如你们比试一番，这兔子灯技高者得，如何？好啊。哥，我们去挂许愿牌吧。好啊，我陪你。不，老板，彩头我拿走了啊。公子请便，慢走啊。许姑娘，那边的河面不错，去看看。好。我能看你写的什么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将军，你要不要也挂一个保佑平安？我想要的，他给不了我。丹青，我想要一个答案，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？哥，我想吃糯米团子，你能帮我买一个吗？好。你喜欢的，送给你。刚才我看着兔子灯，觉得像是我娘给我做的那只。可现在拿在手里才看清楚，并没有那么像。有些回忆只适合放在心里，摆在眼前，反倒失了意味。可有些事情，并不是只能成为回忆，
就像是一颗种子，只要细心去灌溉它，就一定可以长出芽，开出花。我知你心意，只是现在这份心意，我承受不了。丹青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拒绝我，但我还是想要告诉你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你大可以信任我。你知道吗？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都觉得你身上有很重的担子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来替你分担，可好？我不知道要怎么说。其实，丹青，怎么了？对不起。丹青，谢谢。但我现在能对你说的只有谢谢。之前发生的事，就当是一场梦吧。刚才没事吧？程峰给你的兔子灯，怎么没见你拿着？我不想给他希望。你知道吗？他到现在还记得罗爱莲，还因为自己没救下他而感到自责。可笑的是，我明明就站在他面前，可却没办法告诉他我就是罗爱莲。不怪你，都是命运使然。如今罗雪儿不能再兴风作浪了。等查清楚萧家败落的始末，我定要让他变无可变的去认罪，要让全辽城的人都知道，罗爱莲不是杀人犯。一切事情马上就结束了，到时候，你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。我会陪着你。希望一切都如哥哥所言。将军，我们派去监视怡亲王的密探有汇报了。北方的墨家，南苗的何家，怡亲王的人寻访了这么多奇人异事，却多方打探机关秘术、奇门阵法。很明显，他们是想要试图破解什么东西。这样一看，和将军推断的果然一样。怡亲王一直没有破解藏宝图的秘密。看来这藏宝图确实是用特殊的手法加密的。想要解图，必须要用特定的工具。把这个消息传递给阁老，请阁老帮忙确认一下这个特定的工具到底是什么。好，若咱们比怡亲王先找到这解密工具，或许能抢占先机啊。是。这几日若是阁老有什么回信的话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，将军。是还有别的事吗？将军不是约了沈小姐去庙会了吗？这是沈小姐送的？这是我送给她的，不过她还给我了。
送出去又还回来了。哎呀，将军，莫不是您落花有意，沈小姐流水无情？我知道丹青心里有我，不过很有可能是我的策略没用对。策略？其实感情跟兵法或许是相通的，只有讲究方法，才能达成所愿。兵法？将军，我刚刚忽然想到一个策略。什么策略啊？假道伐国，兵不厌诈。你是有什么主意了？哼哼，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这事交给我，您就坐等佳音吧。哼哼，哎，天昊，别乱来啊！天昊，我可是熟读兵法。臭小子！去看一下马车，我们直接去酒庄，别耽误了开工时辰。是。大小姐，莹儿小姐带着铁梨从秋瓷回来了，我这就将东西拿进去。你们姐妹好好叙叙旧，我进去了。颖儿，铁梨，听这语气，倒像是沈丹青的熟人，可哥给我的手札里并没有写过这些人。终于到了，好久没见了。糟了，哪个是颖儿？蓝色衣服那个。颖儿，好久不见。说的挺热乎，你根本就没认出我来。才分开4年，你就不认识我了？怎么可能会不认识呢？确实没认出来。我说4年没见，你怎么变土了呢？你再说一遍，再说10遍，还是这句话。你讨厌死了！才分开4年，你倒是变漂亮啦！好了好了，别站在这儿了，快进去吧。我差人去醉云楼给你订一桌好菜，跟妍儿你接风。来人，你们先去收拾一下，我和哥哥还要去趟酒庄，等我回来，好好给你接风。好，没问题。请。那我们先去了啊。这颖儿到底是谁啊？和丹青什么关系？她全名叫杜颖儿，是丹青自幼相识、一起成长的朋友。4年前，她随着父亲去了秋瓷，山高路远，就此断了联系。是我疏忽了，我本想着此生就不会再见面了。若他们是朋友的话，彼此肯定很相熟。你还知道他其他的信息吗？越多越好，免得接触下来露出什么马脚。过去都是妹妹和他一处玩耍，女孩子的事情我从不过问，一时半会儿也记不起来太多。看来只能见招拆招了，随机应变。我先随你去一趟酒庄吧，路上想到什么，我们再商量计策。走吧。徐将军，我们小姐出门了，不在府上。不妨事，我稍坐片刻。去忙吧。将军，请用茶。颖儿小姐，这位是聊城镇守徐将军。徐将军，这位是杜颖儿小姐，是我们大小姐的好朋友。徐将军有礼，小女杜颖儿是丹青的好朋友。将军是来找丹青的？正是，在下徐成风，也是丹青的朋友。能入我们丹青的眼，将军一定很出色。杜小姐谬赞了。既然丹青的朋友在拜访，我就不多打扰了，先告辞。哎，徐将军，我刚从秋瓷回来，丹青要为我接风。既然你是丹青的朋友，不如一起。这……哎呀，大男人痛快点。那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走，我带你出去逛逛。
要说到这个和田玉啊，我还真是略懂一些。啊，是吗？这和田玉，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南疆的比较好。没错。哎，丹青，你们回来啦！丹青，你新交的这个朋友可真是风趣，还见多识广。刚刚你们不在，幸亏有徐将军陪我，否则我都要闷死了。哪里？我和杜小姐相见，那才是一见如故呢。那还真是辛苦徐将军了呀。怎么能说是辛苦呢？能够遇见杜小姐，徐某那是三生有幸啊。不知今日将军来有何事啊？今日啊，原本今日我是准备向你请教一些酿酒方面的问题，不过也无妨。能够结识杜小姐，那才是最值得的。哪有？今日家中设宴，是专门为了我这许久不见的朋友。若是将军觉得不方便的话，那就改日。无妨，我就当结识新朋友了。人多热闹。既然是为我接风，那就我说了算。既如此，那就里面请吧。干杯！颖儿这次来聊城，是为何事？啊，我这次是来走生意的。颖儿小姐的父亲交给了她一批和田玉，让她回中原卖掉，她便打算就在这里卖，既做了生意，又能来见见旧友。可见颖儿小姐很看重和沈小姐的感情啊。徐将军，您打听的倒是清楚啊。那颖儿这次带的货需要多久卖掉？这我哪知道？其实卖多久都没关系，我不想回家，我更想多些日子能跟丹青待在一起，是不是丹青？两位小姐的感情着实让人羡慕啊。我想你们之间应该有不少难忘的事情吧？那可不，我们俩不仅从小一起长大，而且还有过命的交情。说起来，丹青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哦，丹青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么久远的事不提也罢。干嘛不提啊？我大概7、8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不小心贪玩，掉进了池塘里。要不是丹青舍命下手救我，这世上早就没我这号人了。丹青，你会游水啊？糟了，若说会游水，之前跟徐成风说的话就不攻自破；若说不会游水，杜颖儿这边又没法交代。这事儿我记得清楚，丹青当时还小，可能忘了。其实他以前确实会游泳，只不过那次为了下水救颖儿之后，从此畏水，就再也不敢游了。哥哥竟然还记得，我都忘了。受伤痊愈之后，果然有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。受伤？你怎么了？都过去了，我这不是好好在你面前吗？两位小姐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好了，感觉菜也都快凉了，先动筷吧。快吃吧。你也多吃。谢谢哥哥。颖儿，我来帮你。颖儿小姐，小心烫。谢谢。你果然会吃我的醋啊！将军，何生，阁老来消息了。果然如此，阁老根据我提供的线索，确认了藏宝图应该没有直接画出路径和藏宝地点，而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咸鹰水作为工具，喷洒在图上，方能显出路线。看来那日
怡兴网想要从我们查到的案卷中寻找的线索，就是这咸阴水。那这咸阴水现下何处？还没有确切的消息。不过葛老也提到，这个咸阴水与位复姓欧阳的收藏家有关系。怎么了？葛老在信中也提到，这位复姓欧阳的收藏家与聊城酒业的罗继达罗老爷是故交。罗老爷？是那个已经去世的罗家的罗继达罗老爷？没错。原来萧老爷是因为好赌败光了所有的家产。我找遍了所有与萧家往来的账簿，萧家败破这1年里，银钱往来基本都能与此账对上。当年萧老爷染上毒瘾，他家里便走向了下坡路。后来罗家就收了萧家产业，都是合情合理的正常交易。这罗家在聊城经营多年，诚信豁达，有口皆碑。罗老爷的为人，更是不用说。的确，萧家破产之后，萧老爷不甘财产旁落，竟将被罗家收走的财产当作自己的赌资。罗老爷宅心仁厚，帮他还清了所有欠款之后，又招他回酒庄继续工作。谁想到他后面又去赌，罗老爷就不让他再经手银钱了。自作孽不可活。那罗雪儿呢？她当真是萧家的女儿？不错，罗雪儿的生母周氏本是萧老爷的侍妾，萧老爷死后，周氏便在酒庄里帮忙。她原就与罗家相熟，后来不久之后就嫁入罗家。周氏生下罗雪儿，足足早产了2个月。问诊接生的一干人等，竟悄悄地被周氏送出城去，无一例外。还有其他的吗？目前打听到的就只有这么多。至于杜家要罗家配冥婚的细节，还有待调查。除了这账目，萧家分家应该有主持始末的管家，也辛苦你一并选了。是。哥，颖儿歇歇了。早就歇了。你说他一天吵吵闹闹的，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精力。没有露出破绽吧？放心吧。你找我来有何事啊？骆镖师回来了，是罗雪儿提到萧家那边的事，查到有了眉目吗？找到了萧家账本，只是还缺一人证，已经让骆镖师去寻了。想要让罗雪儿认罪，给罗爱莲洗清罪名，那就必须查清所有真相，让她认罪伏法。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前，还是谨慎些为好。如今颖儿来了，我们更加需要守住身份的秘密。对了，这个新手札是我重新整理出来关于颖儿的一些喜好和习惯，你拿着看一下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好，我回去好好看看。哥，那没事的话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走了。等一下。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。徐成风把你从怡亲王那儿救出来之后，还有在庙会的事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他对你有意思，而且你对他似乎也动了心。你既承认，那我就不得不提醒你，你并非沈丹青，你是罗爱莲。我与程风3年前相识，我了解他。他虽然表面挑逗，可心思缜密得很。有朝一日，他若知晓你的真实身份，会当如何？你不可能瞒他一辈子的，你想过这个后果吗？哥，这件事情我自有打算。你心里其实也期望过他能猜到你的身份，对吗？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，我会如实告诉他所有的真相。哥，
你也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是一个有情可有情有义之人这么多，不止他徐成风一个人呢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天下好男人众多，我不想让你冒这个风险。纵然成风再讲情义，你隐瞒身份欺骗了他也是事实。我不知道他得知真相之后会不会伤害到你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受到一点委屈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早点休息。丹青，姐，颖儿，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来，坐。不是都休息了吗？我刚刚问了下人你之前受伤的事儿，他们说你伤了很久才好的，还差点丢了性命。他们夸大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虽身体康复了，可曾经的很多事儿都忘记了，或者是记不清了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何你看我的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啊，颖儿，我不管，我不管你忘记了多少事，但是我都记得，从小到大的事我都记得。丹青，你必须记得，我们是最好的姐妹，永远都是。好，最好的姐妹。丹青，你脖子后面怎么了？哦，之前受伤留了一个疤，我就纹了一个黑色的莲花。啊，让我看看。你这是烧伤了吗？丹青，你当时一定很疼吧？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若是知道你受伤，我定会赶回来的。秋瓷那么远，我也不想让你因为我受伤而来回奔波，而且伤好了之后就觉得更没有必要说了。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说了只会徒增烦恼罢了。不行，以后绝对不能这样了。我们说好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能瞒着我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身上这件秋瓷的衣服实在是太扎眼了，我想去绸缎庄做2件中原的衣服。你明日有没有空陪我去逛街呀？若是看上了什么衣服和首饰，尽管买，我请客。好。将军，何事？见效了，起作用了，兵法果然有效。哼，什么见效了，起作用了？你看，这么多拜帖。拜帖？什么拜帖？将军可还记得假道伐国，兵不厌诈吗？嘿嘿，我已经放风出去，说你要择期成婚，现在整个聊城都已经传开了，不怕沈小姐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怕沈小姐不知道啊。你倒是看兵法了，出的什么馊主意？我不是想着能让沈小姐对将军更上点心吗？那就把你家将军直接豁出去了。都说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！将军，将军，报将军，这些都是求见您的拜帖。怎么这么多？将军，咱们先见哪个？哪个都不见，我要去沈家。哎，将军，将军别，将军，天刚亮，青州知府和李老爷都在门外等着呢。那李老爷好说，青州知府那么大岁数赶来，您总不好不见吧？兵法上不也说？兵法，闭嘴！
你这么娇俏可人，粉色最衬你了。你的眼光就是好。掌柜的，给我拿这件。掌柜的，哎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您这听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，生意都不做了。您还不知道啊？徐承风徐将军马上就要娶亲了，这一大早啊，将军府的门槛都快给踏破了。将军府放出消息，只要是清流人家，有适龄的闺阁小姐，便可托媒人到将军府看八字姻缘。丹青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买东西要货比三家，我们要不要去别家看看？那不好意思了，二位。不用不用，我知道你酒庄事儿多，你不是还要回家看账吗？我没那么不懂事儿，你先忙你的，我自己逛逛就回家了。走吧走吧。杜颖儿，她竟然认识沈丹青，看样子还很亲近。老天还真是帮我。知府，我今日还有要事，您先回吧。哎呀，将军，您要是看不上下官的长女，我还有个小女儿。您请。将军，我这个小女儿天生丽质，聪颖过人。虽然是小了将军你几岁，但是小几岁？啊，天昊，小女芳龄14。这，你们将军，知府大人别急啊！坐这个呀！等等我！诸位，今日本将军确实有要务在身，若再敢阻拦，无论是谁，我徐承风绝对不留情面，依法严惩。将军，真不是我的错，我主要是没想到您的魅力能这么大。哎，我以后再也不乱用兵法了。徐承风，坐镇。颖儿小姐，天昊，不得无礼。这位是丹青的朋友，不是旁人。你这个负心汉！哎，杜小姐，这是何意？你欺骗丹青的感情，我来替他讨公道。啊？照你说的，你要娶亲的消息，是为了刺激丹青？虽然这并非是我的本意吧，不过也是因为丹青他迟迟不肯接纳我，所以才出此下之策。哼，昨儿个吃饭的时候，我就看出你跟他，你们两个关系不一般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还是杜小姐慧眼，不过还望杜小姐能在丹青面前多替我美言几句。看你嘛，也一表人才。既然丹青喜欢你，我自然是要让他开心的。但是若你日后再敢做让他伤心的荒唐事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听杜小姐这意思，丹青她现在已经知道了。当然知道了。他听说你要娶亲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恍惚了，手里的东西掉了一地啊！当时他人还在绸缎庄，眼泪婆娑，我看着都心疼。丹青她还哭了。对呀，哭得可伤心了，眼睛都肿了。我这才特意让他先回家，才来找你理论的嘛。眼睛还哭肿了。多谢杜小姐相助，现在就去审。陪我杜小姐。其实也不用那么着急。将军他很急的。我好像下河边过了。哎，等这晚上赔罪吧。这徐承风到底要做什么？怎么突然说要娶亲了？在干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
这不红怎么也不肿啊？什么红不红、肿不肿的？你到底来干嘛？别逞强了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的秘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能有什么秘密？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！不是知道我要娶亲了，在绸缎庄伤心到大哭吗？我才没哭呢。好，那我就当你面再说一次，我要娶亲了，你心里怎么想？我不知道。如果角色对调的话，换作是我会很痛苦，并且我会再抢一次亲，无论你愿不愿意。还我！这么宝贝，那还真是让人好奇啊！给我看看。只不过是记录沈家镖局琐碎事务的手札罢了。倒是程风兄，不是要娶亲了吗？还有空来我们沈家？那都是坊间的谣传。此生我来自然是有要事要商议。阁老已经给我回信了，藏宝图确实如我所料，里面有玄机，需要特制的邪鹰水方能破解。藏宝图跟罗家有关，这怎么可能？并非是藏宝图跟罗家有关，而是阁老根据我提供的线索查到，邪鹰水或许跟一位隐居山野的收藏家有关。此人跟故去的罗老爷有交情，所以阁老罗老爷跟此人有往来，却离奇身亡，这有些奇怪。他怀疑罗老爷的死，并非祸起萧墙，绝不可能。丹青，我知道你跟罗家大小姐素有交情，难免会为了朋友的清白而急躁，但我相信此事跟罗家没有关系。你要是心里难受的话，你要么先回房间休息，这里就交给我跟徐成风商议。丹青想说什么就让他说，正因为他们是好朋友，所以才会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。我知道，罗爱莲不是弄虚作假的人，那罗家自然也不会做穿穴于墙、藏污纳垢之事。是，这也只是阁老的怀疑，尚且需要证明。罗爱莲已经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若她还活着，一定不希望自己的父亲遭人猜忌，受人非议。丹青的意思是，我相信罗家。丹青，你如此信任罗家，就因为你跟罗爱莲是好朋友吗？也罢，换作是我，也会相信他。况且现在这事也只是阁老的猜测，若是真有联系的话，也早就会灭我调查了。这话倒是在理。既然现在有了准确的线索，我们应该尽快找到这个收藏家。不错，只是很可惜，这个收藏家在哪里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况且现在罗家我们只能找到2个人，罗雪儿还有周氏，他们未必会告诉我们真话。程风，关于这个收藏家，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？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个收藏家父姓欧阳，极为好酒。自然，你走南闯北，可有听说过？父姓欧阳的人不少，但收藏家我倒是没有留意过。这样吧，明日一早我派几个镖师出城打听一下，没有罗家人，我们一样能找到。也好，那我先告辞，回去看看天昊那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。丹青，刚刚是我鲁莽了，忘了你跟罗爱莲是好友，抱歉了。丹青，我有话想要问的。你先冷静一点，你这样会露出破绽的。我们慢慢商议。哥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
伤害。徐将军，怎么了？是还有事吗？你刚刚说，你也会相信罗爱莲，为什么？这要怎么说呢？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理由的话，眼睛。虽说我跟罗爱莲就有寥寥几面之缘，但是我记得她的眼神。她看人的时候，坦坦荡荡，让人很难不相信她。怎么吃醋了？我对她只是愧疚。那我问你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。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但你不许问我原因。好。你说的欧阳先生，我知道他在。明日，等我安顿好酒庄，就带你去找他。一言为定。丹青，你的眼神确实跟他很像，也难怪你们是好朋友。明天见。